回事继续要来关心，这是苗栗岛南这间沙石场，有派人举前来恐吓，讲要提500万，开2枪，业者嘛无咧惊，先抓咸姜仔水，搁再使卡拖机，卡对方的车。上新的监视器画面嘛已经公开，嘛会当看到讲颠倒是嫌疑犯行甲破胆，赶紧人讲。监视器翕到白色的旅行车准备要离开沙石场，想要到后一秒边仔的怪手卡到位这台车的顶的，甲焊落，车顶虽破一空，坐伫副驾驶座的查甫人赶紧为车窗跳出来，想要到怪手看起来佫无要放因衰款。规个过程拢互监视器翕落来，苗栗岛南镇这个沙石场进前传称声出来，一个姓余的查甫人可能为着要甲业者威胁讨500万，就找朋友来沙石场开枪，想要到业者比因佫较歹，先用番茄酒甲因破，尾啊佫使怪手含对方的车。涂骹要捡，可能伊可能有拿一支枪啊，伊开的迄支捡起来。可能因为伤过紧张，要走的时阵，穿佫无细里落落涂骹，尾啊佫互业者的怪手合。本来歹凊穿的姓余的查甫人甲伊的朋友，买手骹底抹油赶紧选。警方接到报案，随派人调查，开枪的嫌犯发现家己走袂去啊，就走去自首，枪嘛乖乖啊交出来。目前专案交予警方继续侦办，若要甲案件查清楚，嘛要甲枪的来源查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